即係去金山啊，現真純，然之後跟住個李長再用佢，因為嗰個公仔佢個現真純嗰個公仔啊，有白色衫拿條紅腰帶啊嘛，咁佢用嗰個李長再啊，即係我謝家怡變成李家超嗰個替身咧，阿李長再咧就用條皮帶殺人，就現真純嗰個公仔攬條紅色嘅腰帶，所以佢用皮帶殺人。點知俾譚麗媛着落機咧攬條皮帶咧，跟住個樂園機同埋有啲嗰啲咩蘋果，呢個習近平喺個 video 嗰啲蘋果啊，同埋嗰啲老兵嗰啲輪椅啊，出完鏡之後咧，唔夠幾日，唔夠10幾日咧，個李長再用皮帶殺人，個李長再俾人判咗終身監禁，個李長再由李家超跟住俾人飲酒，當官叫佢走，叫你個李家超走。你嗰咩95啊，白色字嗰個95啊，咪就係個陳山聰個白衫白褲咯。佢現真純嗰個公仔咧，公仔係白色禮服嘅，攬條紅色皮帶嘅，攬條紅色腰帶嘅，所以個李長再用腰帶用條皮帶殺人。
得上嚟求我啊，司機！留言得求言啊喂！你求完我之後咧，我即刻貼你個車牌喺個95隔離啊！記得嚟求我啦！仲有許金山啦，中咗金獎啊你！中咗金獎兼做咩咯？件藍色衫咧，兼做啊邊個護士咧嘢？下低嗰個司機咧，你求到啦，你求我嘛，你上嚟。求完我之後，跟住你個車牌就網上有名喺95隔離啊！如果旋風求言啊你，中咗金獎啊，金毛法官嗰張柯打判終身監禁嗰張柯打，你要旋風求言啊你，記得上嚟求我啊！着件藍色衫做阿 Debbie 啦，玩嘢啲玩死自己。之後咧，即跟住你個車牌就網上有名喺95隔離嘅。夠後可以上嚟求多幾次啊喂，司機！求言，上嚟求多幾次啦，求我啦！求到啦喂，下低個司機，你咪着件藍色衫上嚟求我嘅，你求到啦！你個車牌即刻喺95隔離啊！你求到啦你。為免影響車長及其他乘客談話或使用電話時，請將聲浪減低，保持車廂環境寧靜。多謝合作。中意求我。有收穫啦，司機你而家有收穫啦，即刻你個車牌喺個95隔離。為免影響車長及其他乘客談話或使用電話時，請將聲浪減低，保持車廂環境寧靜。謝謝合作。嚟求多幾次咯喎，司機咁中意求我啊嘛！夠喎。
所以有16號咧，去啊李家定入咗粒嗰間嘢嗰度食粥，同佢浸一浸興。影相啦喂，邊度影啊？唉，頭先你做得好好，真係好表揚你。我諗你遇到呢啲情況咧，一定好識處理嘅。休到晒你啊，師兄。